提着采茶机，77岁的林文金和儿子在6公顷的茶园里来回采收茶茎。赤脚踏进茶园，这一采就是50年。老家在新竹北埔的林文金，20多岁在桃园买下一块地，开始他的种茶人生。做农的大部分就是打赤脚，我们从年轻就打赤脚习惯了。赤脚净土，林文金更因为不撒农药，因为要做有机，50年来弯腰除草，不假他人之手。如今开设小型茶工厂，就专门栽培有机茶，而碰风茶更是林文金的得意之作，时常获奖，今年又再次获得特等奖的殊荣。看你的耐心啊，你的技术做出来的东西，如果好啊，必定就会成功。大温热的水和碰风茶叶轻柔接触，琥珀色的茶汤明艳耀人，还伴随着淡淡果香。这是碰风茶的迷人之处，靠着小绿叶蝉吸取叶脉产生酵素，泡出散发甜味、入口回甘的特殊口感。不仅在台湾受青睐，就连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尝过后都念念不忘，称碰风茶是东方美人茶。东方美人茶跟一般的乌龙茶比较不一样，它是因为嫩采，那所以叶子比较嫩。那你如果用滚烫的开水去冲它的话，容易烫伤它，而不易泡出它的口感跟香气出来。碰风茶的美好，父子俩点滴传承外，还有做父亲的客家应景精神，增强了儿子林和春的信念。为了要把茶叶做得更好，连一些小细节他都去注意到，你就会发现说，他是真的有在用他的生命去点亮这个行业，所以就会更加的去算是敬佩他这样的做法。那你看了自然而然你会想说，我也希望让我的小孩子来看到这一块。荣耀国际，却也懂得深耕最初的起点。不撒农药的碰风茶是林文金的骄傲，也是客家的坚持。茶叶就是这样的东西。50年的采茶人生，林文金在6公顷的茶园里细细铺排。获奖无数的碰风茶是最美的呈现。尝一口，找到我的感动时刻。